是不是？哎，这就不挑了？怎么挑啊？你看看这，一个个推三阻四的。我说句话吧，凡是许师傅看上的，谁都不许推拒。哎，不许打我的主意，我还要安排生产呢。这生产也得等设计稿画出来呢。哎，我的姿势呢，行不行啊？放松点，虽然是影子，但你要注意你的姿态，是别太板着脸。对，你的那个背要挺直。那这个行不行啊？不对，咱也不能太撩拨。你要矜持一点，找找那种欲拒还迎的感觉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还委屈了？你就会像个木头一样站在那儿，表情呆滞，手脚僵硬，干嘛？杀人啊？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你让我摆什么姿势我就摆什么姿势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哪有男子和女子两情相悦、心生欢喜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？两情相悦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从小到大就没有喜欢过别人啊？你想象一下，你喜欢的人站在你面前，含情脉脉地看着你，就像你见到杜小仙那样。什么？杜小仙？你家主子是真傻还是装的？这都还没搞明白。怎么回事？就那天他追杜小仙出去，然后还有那天茶楼约我们家姑娘去，他这不就是脚踏两只船吗？是不太像话啊！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你妈谁是狗啊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好，对，就这样。哇，保持，两个都保持这个姿态，我要勾象了。